網上修讀外國大學心理學嘅碩士學位喺香港係咪真係可以揾到食？事實上嚟講，心理學喺香港應用範圍咧係直到你唔信啊，簡直係職場上面嘅萬能 key。如果你好似我咁中意聽人講嘢，想直接幫到人咧，嗱呢條路就最適合你啦。例如你可以做輔導員啦，香港嚟講咧，其實好多嘅 NGO 咧、私人機構或者學校咧都好需要輔導員喎。亦有一類咧叫做 SEN 嘅教學支援，好多家長咧係會請啲有心理學背景嘅人咧做私人導師，又或者學校裏面做呢個學生輔導主任。因為啦，修讀心理學課程嘅你咧，係明白到自閉症同埋過度活躍症嘅小朋友嘅心理。如果你想喺商業社會搏殺啦，心理學背景簡直係幫你多咗個外掛添，睇清咗好多嘢。另外喺市場調查同埋消費者心理咧，如果你明白到消費者嘅心理嘅話咧，就非常之合適啦。你嘅每一個建議都會有數據同理論嘅支持，而唔係齋靠估。如果你真係想喺呢個行業做到最專業嘅，你可以考慮行呢個臨床心理學家啦，或者教育心理學家嘅。呢一張證書係受到國際認可，無論你想喺香港深造定去外國深造啦，都可以底氣十足啊！如果你想了解英國公立大學心理學碩士嘅更多資訊咧，歡迎留言心理學老師可以講解翻詳盡資料俾你聽嘅，或者你再 WhatsApp 我啦，拜拜。